一直以来，是建设滨高道，就是当地民众东西向来往的重要道路，出入相当频繁。不过现在为了进行铁路地下工程，该滨高道2月2日开始就将封路，而且一封就是2档半。对此，当地住户虽然烦恼出入无方便，甚至生理根本做袂落去，不过徛伫政府重要交通建设就无奈，嘛透过里长表达心声。是对一寡是食的吼，较有影响。啊，封嘛是要封啊，这政府政策啊，对无？无法度啊。但是这封是较早，你若讲在我的见解是意思讲，迄个北平，北平甲南平先处理，哦，啊若处理好吼，啊才来办尾。迄是我个人的看法啦。伊答应台湾封2档半，可是这2档半是袂当确定的。哦，2年半是不能确定的。哦，你看高架迄阵讲封1档，已经超过2个外月，较通车，所以讲这要互百姓要安怎会当相信讲你是毋是2档半是3档才会当通车？哦，啊，这个封起来会互遮别人街甲实践街遮的住户非常无方便。可是我进前我有提起，因为伫遮做生意的。已经倒袂少间啊，因为无法度经营嘛，啊车辆拢过车辆足济，希望会当互遮做生意的会当互伊有一个优惠。里长希望降低封票期间的交通冲击。市府表示，已经做好万全的配套，除了规划大范围改道动线来疏导车流，要免费的接驳加富康巴士的预约，希望市民体谅，嘛有心理准备，提早改道。首先，对那个通过性的一个用路人来讲的话，其实我们已经在周边的一个主要道路，包含长荣路、开元路、中山南路等一些主要的一个道路，我们做好交围的一个牌面，我们大概有60面的一个牌面来指引民众来做一个改道的一个部分。另外就是说，在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的话，其实这边我们也有规划接驳车的一个方式。那接驳车的话，其实是每天都有，然后大概是50分钟一班。然后另外就是说，有一些居民的一些就医的需求的话，我们也有安排一些富康巴士的一个部分。那居民的话，可以跟里长这边来做一个登记，就可以来申请预约富康巴士的一个使用。也提醒我们的一个驾驶用路人，因为长隆钢便桥这边有通车，然后呢我们就是实践街封闭之后，也在行经这些道路的时候，也要减速慢行。也确实照我们的一个交围的一个措施的一个导引牌面走，希望能在我们的一个施工过程中降低对道路的一个冲击。虽然地方也是有少数民众强烈反对封票，甚至传出的抗争，不过里长表示也尽力来沟通，以大局为重。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